所以伫即个所在，咱会当用咱条件祝上帝来开始咱今年新的一年，所以真特别。咱要开始一个新的一年，咱一定有咱的愿望，所以咱就会想到讲，今仔日牧师第一首犹原是圣诞节的内容，因为咱所有的愿望，咱顶礼拜才拄拄啊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。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伫迄个所在，伊就是讲，互咱会当得到透放，互市面的会得到国光来来透放迄个受压制的人，所以伊有互咱一个新的命令，伫即个所在甲咱讲，咱来传福音，互送向人。找咱甲受掠的人讲即个大好消息。所以第一首，咱要来唱45首乌鲁大必的护卫。伫即个所在，第一节的歌词，咱做伙来读。乌鲁大必的护卫，受我由主基督，照白所定来降世，掌管天下万国。伊来要解除压制，受患得到透放。甲人下罪归天父，公平治理万家。这搁一遍，甲咱讲咱愿望的缘由，咱所信的迄个上重要的即个所在。伫顶礼拜圣诞节过了后，这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。所以咱来唱第一节。这是真大，救人来脱离悲伤，这是足大的福音。送香的人欠缺受恩惠，软者变做坚强；讨气的人通吟诗，黑暗变做光明。灵魂艰苦搁累积，主要互因安宁。新的一年开始，嘛是互咱伫遐来回想咱旧年受到上帝的大恩。第二节，咱轻轻来唱，一面咱就来回想。咱过去一年，上帝当时来安慰咱，上帝当时互咱变做坚强，上帝当时互咱黑暗变做光明。什么时阵上帝咱累积的时阵，互咱安宁？细细声来唱。这个所在就互咱可能搁一个新的愿望，甲咱讲啥物？上帝降临那落水施温赐福互咱。愿望仁爱愿望，那亲像花蕊伫遐咧开，互咱安怎真快乐。和平的使者做伫头前，叫世人着爱相听，搁较是咱是基督徒，搁较着爱伫主内底彼此相听，因为即个时阵，这要互上主的公义大显明，荣光归伊的圣名。来唱第3节的时阵，也愿望咱做伙来决志。
遍，敢若讲咱的5万的源头伫迄个什么所在？因为基督已经赢过死神，赢过一切伊是得胜的人君，永远坐伫伊的座位，威严显赫。吼，咱着爱敬尊，咱今仔日来做礼拜，是要用咱敬尊因咱的虔诚的敬拜，来加做一年的开始。所以，虽然世间会变迁，今仔日是第一天，咱敢知影？搁过来364天，咱会拄着啥物代志？毋知影。总是咱所知影，就是世间常常变迁。总是咱有一个大的愿望，就是救主永远拢无变。所以，咱着即个所在欢喜意爱来敬拜伊。当咱知影福音的内容的时阵，今仔日是一年的第一天，是主日，所以伫即个所在，咱着安怎定心日子，吼，定心日子，定心来出发。上帝望咱不时有换新的心志，吼，来到伊的面前，所以来唱177首，来。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，是咱回首用情的事，相信听他话带来一滴爱的永远可通过去。咱知影头前毋知会拄着啥物代志，总是咱知影上帝会医治咱。互咱会当安全休困，互咱的苦痛一定会过去。第二节，靠主耶稣救赎的公路，信心愿意那是甘露，通过你我，互世界变好，信心盼望定心去做，靠主的信心来，靠主信心坚固咱心志，勇敢摇出苦海过去，希望最过忧伤拢转离，一切心路我愿意伊的实在来因我的主最近带咱去，运用坚持也通作为，这是定是主我的支持，主爱相对我心万美。上尾一节唱了的时阵，上尾一个音爱起来，带互咱有新的愿望，总是咱嘛带着决志。欢喜意爱来传扬上主的福音，欢喜一遍伫个新的一年来袂记你过去，总是会当有定心的出发。咱要定心的时阵，咱咧敬拜中间，咱嘛爱有新的气象。今仔日的奉献，搁倒转来这条啊！我顶头写甲真清楚。阿门，阿门是啥物意思？诚心所愿就是讲诚心。真欢喜意爱，即个基督的内容，我欢喜搁一遍，专心来委托上帝，求主来降临，求主来行伊的旨意。所以第一节吼，咱今仔日是安尼吼，即条诗歌第一节到第三节拢是诗班咧唱基督的部分。啊，咱安怎？吼，咱欢喜意爱，
第一句万有受造归因跟上帝，你敢有相信？有相信就讲阿门，阿门，吼。啊，第二节吼，第一节过来就讲对圣手领受逐项方面，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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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5遍的阿门。所以你一定要大声唱出来，才会安怎？才会讲吼，圣歌队所唱的，我嘛是安尼认同，吼。第二节讲到啥？性命，咱的性命是上帝赏赐予咱的。过去一年吼，阮昨有一个聚会，差不多20个人。我问讲，中间有几个人毋捌受到迄个新冠迄个感染？20个才3个尔。吼，啊，不管你有得无得，总是上帝予咱平安来过去。所以，咱的性命是上帝所赏赐的。第三节，时间，吼，时间嘛是咱的性命，着伊赏赐，咱要活到当时，咱嘛毋知影。所以，咱嘛是对遮来讲，时间受造归因跟上帝。啊，上后尾，这第4节着咱奉献，着大家着起立，吼，来去唱这吼，咱即条，吼，咱来唱一遍，对第1节来，吼，咱这阿门，吼，爱真。起来，做伙来伫遐来宣告，是咱所奉献的一切，拢是主赏赐予咱的。吼，咱准备心来做礼拜。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。奏乐。
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这宽大，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。你因为你的对敌的缘故，对婴仔甲食冷鞋的喙建立能力。我要互对敌甲报怨的竞争。我看你的天，你的手所做的，甲你所排列的月甲星，世间人是啥物？你少念伊。人的主是啥物？你劝告伊。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，圣诗45首，圣诗45首，请起立。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十神投胎，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地亚多林内受苦，顶十架死埋葬罗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。打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神，信国公堂的教会，
信徒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用刻印文《传道书》3章第1节到13节来应答上帝的话。《传道书》3章第1节到13节。天下万邦拢有伊的旗，有出世的时，有死的时。有胎死的时，有医好的时；有提考的时，有好笑的时；有喝石头的时，有捡石头的时；有找到的时，有失落的时；有拆离的时，有补填的时；有疼惜的时，有怨恨的时。做工的人，伫伊所劳碌的有啥物利益？上帝造万物，搁照伊的时，诚侪美妙，搁将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。我知对中无一项较好，伫一生快乐，搁行好。同心来祈祷，圣洁尊贵荣耀的天父上帝，你的名伫全地何等的水，诸天宣布你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你的作为。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，你是真神，你是活神，你有差遣你的独生囝来到世间，为阮的罪定十字架，流宝血，互阮得到救赎甲恩典。阮要感谢阿罗你到永远。主爱天父，你是有恩惠、有怜悯的，你对阮的疼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感谢你，赏赐你宝贝的话，诚侪阮骹前的灯，甲路上的光，互阮无偏离你的道路。你的话伫阮的生命中得到倚靠甲帮助。愿主引带阮应该行的路，应该做的事，互阮的生命用个荣耀你的名。慈悲的天父，阮伫你的面前承认，阮的本性是充满罪恶的，搁定定得罪你，袂记你的疼，离开你的道路，浪费你的恩赐。求你伫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赦免阮的罪，搁求你赏赐阮智慧能力，互阮用个调整阮的心思意念，忠心回向你。全能的天父，求你以你的名塑造阮内面的生命，互阮的生命用个哪来哪亲像你，是圣洁、宽阔、谦卑的，好用个欣赏你要祝福互阮的丰盛。阮相信伫主的内面，所有的是超越一切所求所想的。伫新的一年才开始，求主赏赐智慧，互阮读经、祈祷，互阮的属灵生命进步。伫恩典中经历主，搁互阮更加爱主、服侍主、荣耀主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赏赐，互阮用个明白你的真理，甲追求你的心。牧师每礼拜甲阮讲耶稣带来的福音，互阮知你奇妙的临在，透过十字架上的苦难甲救赎，互阮用个进入你永活的生命。主啊！你是教会的头，求你引带保守阮的牧师、长职、同工甲教会的会友，赏赐阮有合一的心，彼此扶持，彼此相疼，来传扬你的福音。求主你信心甲阮临在，互阮放下心中的重担，安静谦卑，坐伫你的面前，听你的话。愿你的话进入阮的心内，
互阮得到造就的气力。感谢主，愿信心排列以上的祈祷，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音讲。
请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启示录第21章第1节到第6节。台语汉语本圣经299页，新约启示录第21章第1节到第6节。台语汉语本圣经299页。我阁看见有新的天、新的地，因为前的天、前的地已经过去，海也无阁有。阁看见圣城，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，对上帝降落，已经被颁变，亲像新娘装塔来听候伊的丈夫。阁听见大声对座位出讲，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，上帝要甲因三角徛起，因要做伊的百姓，上帝本身要甲因伫地来做因的上帝。阁要甲因的目睭拭去拢总的目屎，无要阁有死色，也无要阁有哀伤、嚎叫、痛疼，前的代志已经过去。坐伫座位的讲，我换心万面，阁讲你着写伊，因为遐的话是通信，是真实。阁甲我讲，已经成，我就是阿里法甲欧米伽，是起头的。甲落尾的讲道，请陈美玲牧师讲道，题目是上帝的会幕伫人间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新年快乐！咱真少机会讲伫一年的头一日，咱聚会吼，做伙组织伫咱的教会，所以我相信咱要伫遮来领受主的祝福，咱要领受对主来新的气力，来备办咱未来的新的一年。咱对旧年的即个大港节开始，咱就用即个经课表来讲道。所以每一礼拜礼拜，咱早起有4段经文，吼，这是经课表伊的安排，就是对咱的启应文到即个宣调启应文甲讲道的经文甲金句，吼，这是4段经文，就是希望兄弟姊妹当透过4段经文，咱做伙对耶稣的出世、耶稣的生平，吼，到伫耶稣为咱定十字架，搁有安尼一个经课表，互咱做伙来搁一届，搁对圣经有较侪认识。所以希望讲咱会当对这4段经文，吼，这4段经文可能咱安尼读、安尼听就过去，但是咱会当转去的时，搁较详细来查考这4段经文，吼，希望讲会当对咱伫信仰顶面有搁较侪帮助。今仔日咱要讲的是启示录21章第1节到第6节。有一间公司的大头家，伊伫死了后，奉送去天堂。过门的天使较查袂到伊有任何记录。因为真罕得有大头家会互送去天堂的，所以即个天使就互伊选，看讲你是要去天堂，也是你要去地狱咧，并且佫互伊会当先去这2个所在，先体会24点钟了后，才来做决定。所以这一开始，这个大头家就先去地狱，伊一入去迄个地狱的大门，发现伊的朋友拢伫遐。俊男美女享受伫遐来喝酒、大鱼大肉，所以24点钟的狂欢派对结束了后，大家就甲伊相识，并且讲：哎呀，望真紧会当看到你。接续伊就互送到天堂。哦，天堂即个景色非常的美丽，所以伊伫遐嘛安静度过一天。选择的时刻来啊！即个天使问伊讲：你要去倒位咧？伊想的讲，天堂是不止啊好啦，但是地狱看起来较趣味呢，所以伊就决定伊要去地狱。但是当伊拍开地狱的大门，伊眼睛所看一切，甲互伊惊着。伊眼睛所看是一片的红叶，伊遐俊男美女的朋友伫遐咧受苦，伊惊甲伫遐问这个过地狱大门的人讲：哪会安尼？我前一日来时，毋是安尼啊！这个过大门的甲伊讲：你是头家呢，你哪毋知？顶一次你来是面试，即马你已经录取啊！兄弟姊妹，咱基督徒定定会讲一寡关系天堂也是地狱的这笑话。伫咱的想象内面，
嘛会对天堂也是地狱有一寡的画面，因为传统上咱拢是受着安尼的教导，天顶是伫顶，天堂是伫顶面，是互得救，是有上帝祝福的人才会当入去的。伫遐有魂伫遐维系，有弹徛琴的即个小天使，弹竖琴的小天使伫遐来弹琴，人逐工伫遐闲闲无代志，行来行去。啊，地狱就是伫下面，伫遐有火湖，伫遐有刀山，伫遐处罚遐邪恶毋肯悔改的人。但是，咱会对天堂甲地狱有安尼印象，其实是受到中世纪一个人叫做但丁伊的影响，因为伊做的即个神曲，对伫天堂甲地狱有非常艺术性的表达。毋过，若甲咱讲一个事实，你可能会惊到。就是圣经根本就无讲死后会上天堂安尼记载。伫新约咱看是两种的表达。伫马太福音是用天国 （Kingdom of Heaven）， 其他三本福音册是用上帝国 （Kingdom of God）。当耶稣伫讲到即个主题时，拢毋是讲到人死后会去的一个所在，嘛毋是讲咱会当对即个世界倒闪到另外一个世界。耶稣所讲的天国，也是上帝国，拢是伫讲上帝的主权实现。亲像咱的主祷文讲：“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”所以，大心咱就要面对一个问题，就是安尼人死了后是去倒位咧？咱来回想耶稣伫顶十字架的时，伊的正边、伊的倒边嘛顶两个犯人，其中一个踢笑耶稣。但是另外一个责备伊，甲耶稣讲：“耶稣啊，你伫你的国来的时，就记得我。”耶稣安怎甲伊回答？我实在甲你讲，今仔日你要甲我伫乐园。咱拢想讲啊，这个乐园是一个永远，咱以后永远要去的所在，永远徛起的所在。但是实在毋是安尼，乐园毋是一个永远安息的所在，因为耶稣伊嘛无永远伫乐园内面的。咱知影第三天耶稣搁活，并且伊嘛讲过。信伊的人嘛会亲像伊搁活，所以伫遮证明乐园毋是人死了后去的迄个上尾的所在。另外，伫约翰福音14章第20嘛有讲，伫我的爸的家有侪侪厝体，若无就我已经甲恁讲啦，因为我去是甲恁备办所在，就是即个厝体定定互咱产生误解。咱会想讲，我将来伫天堂，我是住草料啊厝，也是住迄个透天的别庄咧。但是咱若看原文，即个厝体住处，毋是一个永远的所在，伊是一个暂时架卡的所在。保罗嘛讲，我伫两难的中间，真爱倒去甲基督三角伫地，是不止啊较好。保罗想着讲，伊若伫传福音的过程中间，若死啊，其实伊感觉嘛袂歹，不止啊好，会当马上甲耶稣伫乐园的内面。但是保罗嘛知，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始，因为就亲像耶稣搁活共款，保罗伊嘛知伊会搁活，咱嘛会搁活，然后咱会伫一个全新的世界伫遐生活。所以天堂毋是上天堂。国活毋是上天堂，伫遐享受永远的安息。国活嘛毋是讲咱脱离死亡的状态。国活是讲啥？咱的肉体死了后，有一日咱搁重新捡一个新的肉体，重新有一个新的活命。所以咱来学习正确的一个信仰。咱过去可能有迄种我死了后会上天堂。我会住迄种高级的厝体，也是草料啊厝咧。咱会伫遐想这个问题，咱爱将安尼的观念来修正，因为咱对未来的观念的关系影响到咱现在的信仰。咱若相信有一天咱会搁活，有一个新的天新的地，伫迄个所在无搁有任何邪恶存在，上帝伫遐永远的掌权。咱就袂阁亲像即马共款，
有时偷食步，有时后白来。与过去咱习惯的遐物件，遐无尊敬、遐无合上帝公义的，拢无法度伫即个新的世界搁再存在。所以，咱若有安尼一个新的观念，咱若知影讲未来有一天遮个代志会发生，咱即马会去修正咱过去遐无好的所在，咱会去调整咱家己。但是，咱现在若无开始练习的，咱将来就无可能会当适应。所以，这嘛是耶稣一再用譬喻。一再用故事来提醒咱爱警醒、爱忠诚，就亲像伫一个运动员，伊伫地面伫遐运动、伫遐锻炼伊的身躯共款。当伊每一工真规律，拢有练习，伊规身躯的筋肉会保持真好的状态。但是伊若一旦放松，这筋肉就变成这赘肉。一点仔气力嘛无啊！所以大心咱来知影，咱死了后是去一个暂时徛起的所在。等待有一日，咱会搁活，并且使用新的肉体，伫新的天、新的地伫遐来过生活。但是你就会想象，即个新的天、新的地会是甚物款的模样咧？今仔日咱读的启示录21章。特别是读到第9节到27节，定定会互咱产生一个误解。约翰伫遐形容伊所看见的异象，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城对天降落。约翰嘛将伊所看见的异象非常清楚描写出来。这个城墙有偌长有偌宽，这个顶面拢是用金仔、宝石、玉仔拍出来的。连城内所有的街路，拢是用金仔去铺的。约翰伊看见的异象，是伊无法度形容的。伊只有用伊伫当时伫世界所看见迄个上水、上贵重的物件来形容。望讲收到伊的批、读到伊的批的人，会当理解即个新的耶路撒冷城所发出来的阳光是甚物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对现代人来讲，金仔甲宝石已经毋是上贵重的物件。安尼，伫启示录所描写的，敢毋是咱会去渴慕的咧？咱拢习惯用世界思考模式，也是用世界价值观来看待真理。但是，即个新的耶路撒冷城，若是咱的头壳想会出来，若是咱会当去定义的。是安怎？就毋是对上帝来的嘛，因为咱家己会当想象出来。所以新的天、新的地上美好的，毋是即个世间看做上贵重的宝石，是因为有上帝伫其中掌权，有上帝的同在，甲上帝的保证。所以约翰安尼描写伊的看见，伊讲，我阁看见新的天、新的地。因为前的天、前的地已经过去，海也无阁有。伫遮特别讲到海，海是指当时统治以色列人的罗马帝国，伊的权势甲伊的经济。咱知影迄当时的罗马帝国非常强大，经济非常的好。但是伫启示录的内面，海有搁较深的意义，就是表示一种混乱、一种邪恶。所以，伫遮用海的消息来说明讲，无论是对罗马帝国来实际迄种经济的迫害，也是罗马帝国遮人对基督徒的信仰的迫害，遮物件伫新的天、新的地，拢袂阁是困扰，嘛袂阁伤害上帝的百姓。但是，即个新的天、新的地，毋是新约特别有的物件哦。伫旧约，上帝早就讲明啊。伫以赛亚书第65章17节到18节有讲：看啊，我创造新天新地，以前的事无搁纪念，也无搁追想，
恁就因为我所创造的来永远欢喜快乐，因为我创造耶路撒冷最欢喜的，创造伊的百姓最快乐的。伫遮甲咱讲，以前的事无搁纪念，也无搁追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伫新的天新的地，上帝无搁纪念人的罪，咱袂因为罪的刑罚来得到迄个永远的死，反倒上帝要赏赐互咱永远。另外，咱家己嘛免搁去追想以前我的苦难，亲像有的兄弟姊妹拢会想讲：哎呀，我以前足可怜的，我足悲惨的。但是伫新的天新的地，拢袂搁想遮的。因为当咱去迄个新的天、新的地时，咱一看迄个阳光、迄个美好，上帝的同在，过去咱所想的苦，咱所受的迄个痛苦，一点仔嘛袂算得是啥物。另外，即个新的天、新的地，嘛互咱想起爱甸园。上帝创造爱甸园，上帝甲人亲像朋友，人毋免多想上帝。同款，伫新的天、新的地，咱嘛要永远享受甲上帝同在的迄个喜乐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即个新的天、新的地，真值得咱来期待。咱以后毋是上天堂伫遐来永远成做一个永远的小天使。以后即个新的天、新的地会来临的时，所有的罪、所有的控制、所有的错误、所有的自卑，拢无法度伫上帝面前搁再徛起。伫迄个新的天、新的地，咱有一个永远活的一个活命，咱有一个新的肉体，咱袂搁受到罪的管辖，咱袂搁受到魔鬼的控制甲魔鬼的引诱。搁来，约翰伊搁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。出伫天对上帝降落，已经被办变，亲像新娘装塔来听候伊的丈夫。约翰看见新的耶路撒冷，就是得甲旧的耶路撒冷、人起造的耶路撒冷来对比。新的耶路撒冷是对上帝来的，毋是人的手起造的。但是旧的耶路撒冷因为毋听上帝的话，所以伫约翰写启示录的时代。耶路撒冷差不多已经互罗马军队来毁灭啦。另外，新娘嘛是对比大淫妇。伫遐，新娘就是讲这信徒，这忠实的信徒，因对上帝真忠实，就亲像新娘对伊的丈夫真忠实共款。但是，这个大淫妇内面呢，伫启示录咱一再看见这个大淫妇，就是伫形容这个罗马帝国。罗马帝国伊用利益、伊用关系去引诱别人来屈服伫伊。但是伫这段经文，我感觉互咱上期待就是这段经文。伫遮讲，佮听见大声对座位出讲，上帝会幕伫人的中间，上帝要甲因三角徛起，因要做伊的百姓，上帝本身要甲因伫地来做因的上帝。搁要甲因的目睭切去拢总的目屎，无要搁有死实，也无要搁有哀伤、嚎叫、痛痛，前的代志已经过去。兄弟姊妹，咱看见会幕，上帝会幕伫人的世间，会幕咱感觉是旧约的物件，因为咱知伫旷野时，上帝教导这以色列人。伫旷野爱起一个会当耍动的会幕，上帝临在伫会幕的内面，甲因讲话。所以伫旷野时期，上帝用会幕来表示上帝会甲因同在，上帝保护因。所以咱拢感觉会幕是旧约的代志，甲咱现代有啥物关系呢？但是一个新的改变就是耶稣基督。伫新约会幕这个字扩大。毋是一个建筑物，伫约翰福音会幕就是另外一个字的表达，就是伫约翰福音第1章14节，伫遐讲道成肉体，徛起伫咱中间，有恩典甲真理满满。即个徛起伫咱中间的徛起，即个和合本圣经是主，即个徛起的原文甲会幕
是共义的。意思就是，当耶稣来到咱的世间，当耶稣伫世间为着咱定十字架，接受伊的人，就会当得到上帝的同在、甲上帝的安慰、甲保护。所以耶稣就是即个会幕，我群伊的人会当得到保护，并且照着耶稣，伊献上伊家己的性命来做祭，咱嘛会当得到救赎。会幕伫启示录的时代，嘛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当时的信徒因所受的迫害，但是上帝安怎？上帝甲因讲：我的会幕伫恁的中间。上帝毋是徛伫高位，伫遐看人伫受苦。上帝甲人同在，所以这带互当时的信徒真大的安慰。特别咱若看当时迄个时期，这信徒因伫遐受迫害，但是因有好的见证，因伫遐勇敢顺道的故事的时，互咱活伫即个太平世代的人会感觉讲真戆影。即个人哪会遐尔勇敢咧？哪会当互因失去性命嘛在所不惜咧？为什么因有安尼的气力咧？咱知迄当时的环境非常的恶劣，迄个环境互因定定需要流目屎，因为因的性命也是因亲人的性命，随时拢会无去。但是上帝甲因同在，因体会到迄种的平安，所以因确信，嘛互因会当来得到一个勇气，会当拒绝当时的这引诱、这迫害。兄弟姊妹，毋若2000年前，上帝的会幕即时嘛伫咱的中间，但是你会讲我看袂见上帝，甚至伫我上痛苦的时，我无法度感受到上帝甲我同在，是要安怎讲上帝的会幕伫咱的中间呢？咱搁一届来看《约翰福音》第1章14节，伫遮讲道成肉体，徛起伫咱中间，有恩典甲真理满满。上帝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就是咱讲的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同在。耶稣即个会幕伫咱的中间，圣经甲咱讲安怎？咱就有恩典，咱就有真理。什么叫做恩典？恩典就毋是咱家己原本应该得到的，但是上帝白白赏赐予咱。什么是真理？真理会当抵挡无知甲罪恶，互咱对信仰有一个正确的认捌。所以，当咱有恩典，当咱有真理，当咱明白我已经领受即个恩典，当咱有一个正确的信仰的态度，知影讲我伫苦难中间，上帝嘛甲我同在。我想，无论安怎的威胁，无论安怎的危险，虽然互咱感觉真惊吓，但是咱袂绝望，因为咱知伫背后挺咱的是啥。最后，这段经文嘛，甲咱讲，坐伫宝座的对约翰讲，已经成了。我就是阿勒法、欧米伽，是起头的，是落尾。成了有2种的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审判已经完成。咱看启示录有逐样对即个罪恶的审判，所以伫遮即个坐伫宝座的讲成了，意思就是讲，拢总的邪恶，拢互即个坐伫宝座的即位来解决啦。所以上帝忠心的百姓毋免惊，这邪恶无过有法度会带搁伤害恁。第二，即个成啦，嘛互咱想起耶稣伫十字架顶，特别断开进前伊所讲的话。耶稣讲成啦，表示伊按照上帝旨意完成救赎的计划。另外，即个阿勒法意思就是开始、君完，意思就是上帝是所有生命的起头。欧米伽是圆满达到目标。所以伫启示录，伊会特别提起上帝是一切源头，到上帝是一切完成。就是要提醒当时伫罗马帝国下面受苦的这些百姓一件代志，就是讲，这个政权无论搁安怎强大，因拢是暂时的，因为只有上帝，伊是起头，伊是落尾，只有伊才有主权。兄弟姊妹，拢看毋是安尼吗？伫以前的历史中间，无论搁较大的政权，亲像希腊，亲像罗马。
即马搁倒一个搁继续存在咧？无。但是受遮个政权迫害的遮个基督教信仰咧，咱看基督信仰较无花去，继续2000年继续落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互咱一个愿望，就是地上所有的一切拢是暂时的，只有上帝才是永远的。愿望今仔日这段新天新地的经文，会当帮助咱，搁较慕上帝国的来临，上帝国完全的实现，并且咱嘛爱提醒家己，要备办好势，做一个符合圣城身份的百姓。但是这毋是未来的代志哦，毋是讲咱未来去到迄个所在，才开始想讲咱要安怎做。因为上帝国早伫耶稣基督来世界时已经开始啊。所以当咱明白即个救赎毋是上天堂，是伫新的天新的地的国外，咱嘛无需要等到迄时，咱即马会当开始。其实咱毋免做偌大的代志，毋免做真伟大的代志，但是就伫咱做每一件代志之前，先想看卖要安怎实践上帝旨意。亲像咱每一礼拜在读的主祷文讲，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愿望咱伫新的年，咱伫新的日子，会当搁一届的日子，求主帮助咱，互咱备办好势。成做新的天、新的地应该有的百姓的好模样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甲感谢。主，因为阮原本是不配，总是你将恩典赏赐互阮。阮原本毋捌你，总是你透过互阮有圣经，透过阮做礼拜，透过兄弟姊妹分享，阮知影有你。主，恳求你帮助，互真理甲恩典伫阮的内心，帮助阮，引带阮向前行往主你所爱阮去的道路。主，帮助阮伫新的日子，阮会当搁一届献上阮家己，互阮所做、互阮所想、所讲的，拢会当符合你的意思。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这是咱要来准备咱下遮个当工的就任，咱大声，咱来吟圣诗444首。祝你吊面河顶青草，咱坐伫吟这首诗歌，嘛请就任的当工准备来台前。祝你吊面河顶青草。来我来信，明白你最望无主者，道理去古我心，为的跋倒失败，世事我袂记得吊命当当。你行讲定保护义上，远远无听也无仰望，世界罪过无还，救赎功劳完全。今仔日咱要来举行咱下遮个教会遮个当工的就任，所以我听兄弟啊，恁着坚固，无摇掣，常常尽力伫主的工，因为知恁所着磨伫主的，毋是空空。这是咱遮个当工要来领受双年团契、信歌队、敬拜俄罗团、儿童诗班、但以理二小牧区的主任的遮个积分，所以请恁来听。我下遮问答，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会当来使用。恁要领受双年团契、信歌队、敬拜俄罗团、儿童诗班、
但以理牧区的主任遮的职分，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也无？恁要领受即个职，恁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，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。恁欲要安尼行也无？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上山东会小会官兵，确认恁来做遮的职分，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，甲恁的所做，常常关心即个事，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拣选遮的同工来成做你的同工。阮相信，当因领受安尼即份的时，毋是空空白白伫遐做遮的代志，是主你拣选因，主你要甲因同在，互因体会甲上帝同工的喜乐甲平安。主，阮将遮的同工交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你来帮助因，看顾因，无论伫团契、伫圣乐的服侍、伫各年级的遮的带领，主恳求你拢赏赐互因有够业的疼心、耐心。互因会当常常记得今仔日伫主面前所立的安尼誓约，主恳求你保守，愿将因交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你看顾，无论遮同工的家庭、因的事业、因的身体、因的服侍，恳求主拢祝福因、看顾因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咱请转向后，互咱来介绍咱遮的同工。但是，咱今年度新的双年团契的会长是王宗会长老，好，咱嘛请双年团契遮同工会当徛起来。好，副会长是静美姐，顾问是雅慧姐，然后关怀是丽月姐，会计是新荣姐，灵修是学玉姐。咱嘛请双年团契同工徛起来，互咱认捌。好，咱双年团契是每个月第3、第4的拜五。吼，遮伫遮有聚会，欢迎咱兄弟姊妹做伙来参加。搁来妇女团契的慧娟姐今仔有代志，所以伊伫1月15号搁来就任。搁来是信歌队的队长周少玉，好，少玉，好，咱嘛咱遮的同工是指挥是詹怡佳老师，会计是秀雅执事，师袍是静雅姐，数位储存是扎心长老，仆务是杨家恩。那么请信歌队的同工徛起来。咱为着因来鼓励，互咱的信歌队是拜五暗时8点练习，互咱嘛请对圣乐、对音乐服侍有兴趣的同工做伙会当来加入。好，过来是敬拜赞美团的团长是庄博雅执事。好啊，咱敬拜赞美团是拜6的上午练习，所以咱嘛欢迎对敬拜赞美的服侍有兴趣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参加。儿童诗班的团长是徐同庆执事，互咱的儿童诗班，咱即马除了唱歌以外，咱嘛有教迄个放纵，吼，所以咱出来吼，遮儿童对这音乐有兴趣的，咱嘛当自细汉来培养因，将来伫教会真好的服侍。吼，咱的撒母耳牧区，咱伫今年咱有换新的名，叫做但以理牧区，甲青年、甲社青的牧区结合起来。所以但以理牧区内面有特别，就是遮儿少牧区，就是以前咱讲的即个主日学撒母耳牧区。所以这3个主任咱来介绍，第一位是幼儿组的主任詹慧执事，好，伊的老师有蔡小恩，吼老师，过来是儿童组的主任是王世伟长老，好，伊的老师有廖穗芬执事、郑淑芳姊妹、徐德伦兄弟、陈碧琛。姊妹曾玲仪执事，刘淑珍姊妹郭乃恩兄弟，好，过来第3位是少年组的主任蔡松瑞执事，好，伊的同工老师有谢家璇老师、王恩信执事甲许文豪老师，好，所以咱嘛欢迎将咱的囡仔对幼儿到伫青少年，互咱拢会当特别互因会当来教会，毋那是受到信仰的装备。伫同才之间，吼，会当彼此扶持；伫即个行天路的过程中间，会当彼此扶持、彼此鼓励。所以，搁一届咱嘛，搁一届为着遮同工拍谱啊，鼓励因。好，请回座。请咱做伙来读2遍今仔日的经句。请，我实在甲恁讲，
恁既然惊伊伫我的兄弟姊妹世的一个，我就是惊伊伫我。马太福音第25章40节，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既然惊伊伫我的兄弟姊妹世的一个，就是惊伊伫我。马太福音第25章40节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话，圣诗177首，圣诗177首，请起立。奉献，请谢秀雅执事、林婉莹执事、施淑胜执事来负责奉献。请起立，请起立。
坐。消息报告第3点，为环保考量，2023年互惠手册需要以电子档代替纸本的，请伫1楼公布栏登记到今仔日截止。第4点，双年大学定1月3日礼拜2上午10点要举行返校日活动，邀请曾爱丽老师带领顺气精油头疗欢迎兄弟参加。第8点，小会定1月15日礼拜会员互惠联合礼拜中要举行洗礼甲圣餐，要接受洗礼也是要认捌信仰的，请向陈美玲牧师报名，以便安排洗礼课程。第9点，小会定1月15日礼拜上午9点30分，礼拜中要举行洗礼圣餐，并召开会员互惠。当天敢若联合礼拜，会员名单伫公布栏，若有错误也是漏交的，请小会书记曾庆珍长老订正。无法度参加会员互惠的，请事先请假。奉献部分若有错误，请向中级订正。欧洲圣港事奉者，请家己看。请牧师补充报告，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咱大声来介绍新来的人客，咱欢迎林练全兄弟，欢迎你。好，这是咱来祈祷。咱为着咱的世界，为着台湾，为着宣教师，吼，咱嘛为着新人的同工，为着建堂的事工，为着怀孕的姊妹慧芳、宇文，为着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刘道明兄、吼詹美荣姐、民主姐、阿淑姐、俊成兄、阿卡姐、赵雄兄、来富姐、秋菊姐、俊成兄、秋玉姐、应轩、钟贵兄。张老师、邓妈妈、龚琪姐、陈其雄长老、伊丽、素梅姐、方梅姐、谢婷兄、明理姐、谢平兄、阿菊姐、郭元兄、东龙兄、李雪老师、又庄兄，互咱开喙为着遮兄弟，开喙为着遮事来祈祷。开喙祈祷，互阮知上帝你伫阮的中间帮助阮，互阮无论是白天中间，心灵忧伤，因的姊妹，是拖担当遮的服侍的遐个姊妹，主啊，也是伫国外宣教的遮的宣教师，主国求你保守看顾，主也为着上帝国的事工来祈祷，无论是阮教会的遮的事工、建堂的事工，求你来看顾带领帮助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，帮助阮，互阮会当伫遮会当用诚实，会当用对你来的信心来祈祷。因为真侪代志，阮拢毋知，阮也无法度看见。总是主恳求你，互阮用信心的目睭知，上帝你要成遮的事，也帮助阮，互阮会当日日为着遮兄弟姊妹来祈祷。因的身躯欠安，也是心灵忧伤，也是伫怀孕中间的姊妹，也是他拄仔所已经领受即个新的积分的遮的兄弟姊妹，主拢恳求你保守因，互因有气力会当来承担遮个上帝国的事工。主，阮也要为着教会，即个扩大的教会，就是遮全世界的宣教师，无论因伫倒一个所在做工，主恳求你保守，互因有安全。主也看顾阮的教会，无论阮新的年度的计划，也是阮建堂的事工，恳求你拢来带领。主，阮将兄弟姊妹新的一年，阮每一天的日子，拢交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主你引带。特别阮看见最近即个世界有真大的混乱，总是主恳求你帮助，互阮无惊吓，互阮仰望你，互阮知阮所信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，是万王的王。主，互阮会当定睛伫你，互阮会当自信看你缀你的脚步来行。主，恳求你教导阮，帮助阮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
迄时来因信诗395首，圣诗395首，因时后请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